像过去的3656天一样，他连起床都这么帅气。就要上紧提高1.5个百分点，其中44.6%的家长。不一样的是，他今天会向我求婚，我还不一定答应呢。就要上紧提高3.1个百分点，94.7%的银行家长当前部分经济偏冷，首批试点机构数量不超过10家。你有事吗？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啊。高总的太太喜欢这些，所以上星期去迪拜出差的时候就帮她买了一个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期，高总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10年以后咱们结婚了，我们生好多好多孩子。喂，高总，你晚上不要等我了，早点休息。我现在出门了啊。还坐在沙发上吃零食呢？亲爱的，他是不是始终不和你结婚？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你已经丧失魅力。你是不是感觉自己一把年纪，爱情梦想双失，干什么都力不从心？那是因为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老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办法就在我的手上。本公司特别制作的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，采用绝世罕见的热带雨林深处稀有可可原料，吃1次立刻天真烂漫，2次再度疯狂，3次4次快乐从天而降。数量有限，预购从复，还在等什么？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抢购吧！喂，这位观众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获得了抢购的机会。逼，你别骂人啊！不是，我是说让你逼他逼婚，就在明天，这黄历上都写了，明天一嫁娶，一逼婚，一怀孕，一服软，一认怂，既要脸。方法我都给你想好了，明天呢，在我的婚礼上逼。那不行，那是你的婚礼，你才是主角啊！哎呀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就我那婚礼，美国办了1次，马尔代夫办了1次，我老家办了1次，这已经是第4次了，也就是走个过场。更何况，为了我的闺蜜能够得到终身的幸福，区区一个婚礼算得了什么？可是毛亮，他能接受得了吗？你呢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就听我的。婚礼这种场合，天时地利人必须得合。Miss 梁夏，您订购的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已送到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 I got a feeling. Anyways，
祝您欢欣鼓舞，笑逐颜开，心情愉悦，永远年轻。Ge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newlyweds, Mr. and Mrs. Oreo! And we still have one more surprise for you from the groom. 你们中国人说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我爱你10000年。这次呢，捧花就不扔了。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，我想将这份幸福直接传递给一个人。梁夏，我的好闺蜜。王亮，你上来，快上来呀！上来！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他们2个人的爱情长跑已经10年了。梁夏，王亮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们一样，更加圆满，更加幸福。好了好了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多久啊？1年1年不够？5年？不够10年？还是不够。那10年以后呢？我想跟你结婚，咱们生一对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毛亮，感谢我生命中最美好的10年，有你陪伴。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神。今天是小宁还有她的丈夫大牛奥利奥的大喜之日。梁夏，咱们还是别喧宾夺主了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高总。是。梁夏，毛亮，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咱们分手吧。毛亮。
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不会啊。卖萌呢你？你哪儿的？你哪儿的？耍赖是吧你？你等着。喂，交通队吗？我车被人撞了。哎，对，上花南路，就大十字路口那儿。哎，对，你们赶紧过来吧，啊，好吧。人呢？扫一下小明同学二维码，送您16年台历。哪年？2016年啊。不是2005吗？不，玩穿越呀。这怎么用啊？往上一滑呀。喂，梁夏，你没事吧？四眼白，你快来救我呀！你真的是我的四眼白吗？不然呢？那你的黑框眼镜呢？你的龅牙呢？哎，你有没有跟你那个网友浪子先生在一起啊？你多大了？我17啊。你老公是谁？大王华子嘞，2分道明寺。我靠！你不会穿越了吧？你现在不是梁夏，你是小梁夏。那我现在多大呀？28。那我是不是不用高考了啊？那我是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了？那我是不是已经成为画家了？告诉我，我到底办了多少画展？我到底拿了多少奖啊？这就是你的奖品。毛亮，34岁，非著名设计公司 CEO， 直男癌。啊，这么老啊？他有癌，才不要呢！你不但没不要他，你还为他放弃了你的一切。是不是我跟他结婚之后，他管我管得特别严，不许我出门，不许我画画，还一身癌细胞，我得照顾他呢。哎呦，他没有癌。总之呢，你们2个人相恋10年，至今未婚。今天呢，你还逼婚未遂了。啊？那我没有当画家呀。那我也没去法国留学吗？那靠！我怎么活成这样了？有趣的问题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会说话呢？好的，告诉我你的愿望和梦想。你晚上吃什么？我要把那个猫粮给吃了。好的，帮你找到了附近的餐厅。好玩吧？啊，好玩的东西多着呢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哇塞，我还是喜欢你年轻时候的样子。干嘛去？去哪儿？超女5连拍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。你要的我给不了你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，这么久以来，
我们2个人在一起一成不变，我很担心再过50年之后，我们2个还是这样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去工作，我也不想让你生活中有任何的负担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可能。你说谁不愿意工作啊？是你妨碍我画画的，是你害得我没法去法国留学的。你怎么什么都赖在我头上？不要以为你头上抹了一瓶发胶，衣服烫到连褶都没有就能欺负人啊！打小我就不喜欢这型儿。你不喜欢我这型的啊？那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我是你男神？男神？啊？什么男神啊？你当你孙悟空啊？那我还紫霞呢。你不是说我可以跟你提要求吗？那我要求你走人，这里是我家。梁夏，梁夏428，咱们走。喂，车怎么了？这是哪儿啊？北四环呀。哎，那像鸟巢一样的是什么呀？鸟巢啊。啊。哎，那像裤衩的呢？你猜？消息在坊间传开，近日有网友拍到 F4成员钟怡绫与妻子现身某咖啡厅。去年11月份，仔仔与相恋了4年的什么结婚，并说我老公结婚了。新娘不是我。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两人的哎，你到底想去哪儿啊？反而有更加强烈的趋势。当然是去我没去过的地方了。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穿越大 party， 大家一起上船吧！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《家里的照片了，这里没有。毛总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兄弟们真好，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。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我还有礼物要给你们。什么礼物？28岁，太爽了！尔康让我问，还记不记得那个大明湖畔的阿凡达？
怎么把你自己喝成这样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喝酒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不是你让我带你来的吗？你又回来了？什么？我回来了？穿越了，姐们儿，穿越回17岁了，你可牛了呢！你跟那毛亮说，你说，你就给我滚，这我家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你喝傻了吧？没喝傻，说的真的，多亏我机智啊，我录下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你？哎，你不是说可以跟你提要求吗？那我要求你走人，这里是我家。小白，咱们走。哎呀，毛亮，哎，接。喂，亚夏，我的 iPad 在你那吗？啊，他 iPad 是不是在我这儿啊？在我这儿。在哪里？我去找你拿。好像也不在我这儿啊。亚夏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必须还给我。小年，iPad 在哪儿啊？哎，都分手了，你管他干嘛呀？小年，你帮帮我，你不帮我的话，我跟他就彻底没戏了。姐妹儿，不是我不帮你 ，iPad 在哪儿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17岁的你，穿了吗？你确定你这穿越是跟开车有关系？我确定吧。师傅，再来一次呗。来不了了，你这不是开车是糟蹋车，我这个刹车片2000多呢。开车！哎呀，有钱能买刹车片吗？都给我得了。哎呀，天哪！下巴呀！不行，穿了吗？没有，这招不管用啊！怎么办？达利哈尼，sweetheart，么么哒，我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。撞他！下去！这两个神经病！我深更半夜的陪你们玩穿越，我要真把他撞了，我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了。什么天！哎，别抢啊你！发泄的方法有很多种，这撞车是最愚蠢的一种方式。还主动撞车，你说你们这要撞成了，得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吧？还有你这是怎么做朋友的？他让你撞你就撞啊！你不但没有适时的制止他，你现在反而助长了他这。进来吧。警察同志，手续办完了。看好你这女朋友。你们俩先聊啊。怎么会闹到这儿来？你车里的东西，车的事情我就算了，但是我的 iPad 你一定要还给我，里面有给投资人看的样图，今天上午一定要交。梁夏，你怎么
怎么总是这样？我能不能不分手？好了啊，没事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。没事了没事。臭流氓，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还搂搂抱抱的，你想干嘛呀？您的 iPad 在南六环外马驹桥。我的 iPad 怎么跑到6环外了？不会吧？我记得我给了一堆人啊，不是应该穿越了吗？前方200米保持直行。前方请直行，请保持直行，请继续直行。接近目的地。导航路线重新规划中。到达目的地，本次导航结束。买肉啊？那个 pad 是我的。我这个 pad 是你的啊？这我弟刚给我的。什么就你的？不，里面有我个人信息的。不信的话，你打开相册看看。我觉得你肚子里也有我这儿的个人信息，我要不要打开看看？不，那我买了吧。哎，可以啊，一只猪是5000，这东西怎么也值半串猪吧？好，只有1500。行，拿。现在值1500，拿着。行啊。哎，这样更快，真的啊。
追呀！哎哎哎！欢迎乘坐北京地铁，请您在候车时站在安全线以内排队候车。这上面这个爆裂纹啊，也是你这创意的一部分是吗？毛亮，我们这个彩妆的包装呢，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都市的轻熟女。这部分人呢，生活节奏很快，经过货架歘一下就会过去。我要你做的就是歘一下把他们吸引回来。而你这个设计呢，主要突出了就是一点。土，缺水干裂的那种土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今天最火的一条微博。哎，寻找地铁最美御姐，你知道这话为什么会火吗？这是瞬间灵感的迸发呀！歘，来你看看来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歘着你了？2下。认识啊？那好办了，找他做设计，他设计我就投。不，他不合适，高总他不合适的。他不合适，你这个合适。这样吧，高总，您再给我48小时，我保证一定交出让你满意的设计，好吗？好啊，48小时之后，我要看到梁夏的设计，这样才能让我满意。你就是吃了这个。穿越回17岁的，真的，我亲眼看到你变身的，是你的思想穿越回17岁的，其他的都没变。我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坑了，算是吧。那你赶紧拿走，我可不想再给自己惹什么麻烦了。其实我觉得17岁的你挺好的，更像是我最初认识的你。真不要啊？哦，不要，我可都拿走了。还给你，我就要1颗，留作纪念。毛亮，姐姐，喂。嗨，你好，梁夏姐。他是我的新助理，小鱼。坐吧。梁夏姐，您今天穿的真好看。谢谢。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有事要找你。什么事啊？您这幅画我们投资人特别喜欢，您来主笔给我们做设计吧。这不是我画的。那这怎么回事啊？算了吧，还是不勉强了。毛总，那高总那儿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先吃饭吧。毛总，有些匆忙，但我还是想让您先看看这个。这都是你设计的？嗯，我知道这些画还有些欠缺，但是您觉得我再改改，能不能作为备选？我觉得可以，试试看吧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毛总。这画是我画，我能画。
觉。你好。我是28岁的你，你听着啊，之前你闯的祸我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你必须要帮我解决一个问题。你现在马上回到毛亮的饭桌上给他画画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我是28岁的你，你听着啊。说吧，画什么呀？照这个画就行了。他叫妍妍，他找我了。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你竟然来找我了？是你先找我的。想去哪？不知道，我很久没看过整个城市了。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抓紧我！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你不是说很久没看到整个城市了吗？这是我要给你的惊喜。谢谢。我希望一直这样看着你。这也是惊喜吗？快下来啊！别轻生，你有什么难处说出来，政府会帮着你协调解决的啊！我从没被警察抓过，很严重吗？会不会判刑啊？不会的。这要关几天啊？就关几天也受不了啊！这门怎么锁上了？
呀，这年轻人，说翻脸就翻脸呀！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杨夏，又有人来领你了。你不是说你没来过这里？你离我远点。在这儿先和自己说，对他好说，别动气。他爬那么高干什么？兄弟，看好你这女朋友啊！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做了。我知道现在对你说这个不公平，但投资人希望你来给我们做设计，所以无论这个画是不是你画的，只要你有兴趣，就可以重新拿起画笔。青蛙，这明明是芭蕾舞者啊！啊？芭蕾舞者，这是猫头鹰，这也太抽象了吧！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太空人，这是天使啊，这是天，这是……还我！梁夏，你别生气啊！我看你这画，比看相还难呢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都已经答应毛亮要给他设计了，这是我跟他复合的唯一机会了。你想干嘛？就你这招，管用吗？当然了，佳慧吃完巧克力之后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对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给我画画。不靠谱。诱敌画画 Plan A，《哈利波特之摄魂咒》，你就跟他说邓布利多遇害 ，Snape 也没了。要想知道哈利的命运如何，必须给我画画。不靠谱。诱敌画画加强版 Plan B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，道明寺一出必杀，花泽类一出绝杀，而这4个人的唇印签名海报一出，直接舔屏秒杀。你就不要问我他为什么要跪着画画了。那他万一就是不画呢？直接摁地上绑了，靠谱。放开我！就你这铅球扔1米的，你还绑我呢？你就画一个怎么了？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让我画画也行啊，那你得回答我2个问题：第一，我是怎么穿越来的？第二，我是怎么又回去的？你如实回答我就放了你啊！你要是敢骗我，你就在这给我饿着。哼，不就5个小时吗？我也不是受不了。什么5个小时啊？我可是知道你的死穴的。哎，我没有什么死穴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别跟我讲啊！我给你急了。
服了还不行吗？哎，巧克力，魔法巧克力，吃了就变身，就像5小时。那其他魔法巧克力在哪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弄死我吧！哎呀，那你家有巧克力吗？要不你也来一块，咱俩一起回到17岁呗。不了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不想回到17岁。大事不妙！一颗巧克力5小时，我和妍妍可以再去看夜景；2颗就是10小时，我和她可以去郊游；3颗15小时，郊游回来可以吃顿饭。成为我们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 VIP 会员，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，满意请按1，再来一盒请按2。您已成为我们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。亲爱的大梁侠，能来到你的世界，我很开心。你放心吧，不就是画个画嘛。但这次时间不太够，希望你下次多吃点巧克力，期待我的再一次到来。耶！忘了提醒你，待会打球的时候，一定要输得漂亮。我球技还是不错的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咱们丢人不重要，高总不丢人才重要。所以呢，要输。不说了，我打球了啊！行，没事，再来。高总加油！毛总加油啦！劲儿使不对，你知道吗？看来我还得多练习啊！来，进来。哎，预备，走。撇高一点就好。毛总加油！喂，梁夏，我犯了个错误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什么事儿？说。你不是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吗？我呢就把它装在那个金龟壳里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17岁的你给抢走了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都不知道17岁的你有多鸡贼。哎，你说你17岁那会儿怎么那么鸡贼呀？不过我猜这巧克力你现在应该也没吃呢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把这巧克力给抢回来的。四眼白，你这个大叛徒！梁夏这画画的好，球打的差点意思啊。你说谁差点意思啊？单挑啊？好啊。
行啊，来来来，再来一个，来来来。高总，没事吧？高总，您没事吧？实在抱歉，您没摔着吧？没伤着吧？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人呢？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呀？接你的那个帅哥是谁？啊，你别提他了。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去你不能突然跑掉的地方。那天扇的，现在还疼。嗯。你不是叫我离你远一点吗？啊？不行。怎么了？你在想别人？我没有。第一次。我出去一下。你不是要我帮你画画吗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你去帮我亲他一下，就一下。我保证以后不再捣乱。嗯。姐姐，你长头发我也喜欢。这里好美啊，一直想要过来看看，但一直都没机会。我觉得你更美。你除了会哄女孩开心，你还会干嘛？你怎么把我想那么俗啊？我有我自己的追求。你有什么追求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呗。10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？这跟时间没有关系吧？除非是你自己放弃了。譬如，我现在就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把衣服穿上，送我回去吧。姐姐，你耍我啊！上次的巧克力下毒事件以后绝不能再发生。我们约法3章：
第一，15天内完成高总要求的所有设计。第二，虽然多余的时间我准许你自由安排，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。第三，不要让毛亮知道你不是我。作为回报，我也不会让嫣嫣知道我不是你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在忙。妍妍，上次帐篷的事儿，其实我有很多事情都想跟你一起做。咱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呢，对吧？我刚好出去工作几天，要不一起呗？我去不了。那就等回来再说吧。哎呦，又让姐姐给耍了吧？她就是想跟你玩一个游戏，你陪她玩了，忙你的去。你的画，我撤了。你怎么这一身打扮？等一下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没空，我出去玩。去哪玩？哎，你不是最害怕这个吗？谁说的？你有这么了解我吗？你们这最吓人的地方在哪儿？哎。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，起来起来，让我来，都过来，过来过来，5、4、3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疯狂的客户。等下，给我等着！给你安排了跟妍妍见面哦，好好享受你的时光。变态辣鸡群挑战赛现在开始！翟小北，没有，咱们站人就不见了，人家不会早就走了吧？怎么着？走吗？是啊，走不走啊？对啊，要不走吧？嘿，别想了，走吧。走啊！对呀，别想了。走。走了，好了。
我去，竟然自残啊！小龙虾，我的高跟鞋呢？扔了，什么破玩意儿，走路还崴脚。你把我新老板球鞋交出来，捐了。你再乱吃零食，我跟你没完啊！哎呀，体重数字有没有很惊人呢？哎呀，你要怎么样才能不捣乱啊？很简单啊，多吃几块巧克力。我要和妍妍出去玩儿。你那个妍妍有什么好啊？奶声奶气。你喜欢的人好，装腔作势。有兴趣自己创业吗？如果有兴趣，随时联系我。没想到有小梁夏这么一折腾，你反倒走向了人生的巅峰了。为你高兴，来，姐妹儿庆祝一下。好。毛亮，一会儿新的设计样图，记得准时交给高总。好的。没想到梁夏姐画画画得这么好。他现在是画的不错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坚持下去。那您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对不起，不搞你们的私事。没事，有很多事情很难再继续下去，所以我也很难再回头了。希尔白，你别闹我喜欢你很久。我想问你，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你要跟我在一起多久啊？1年。一年不够。5年。不够。10年。还是不够。10年还不行。那10年以后呢？10年以后咱们结婚了，到时候我是大企业家，你是大画家，咱们生好多好多孩子。你别说。还是不够。10年还不行。那10年以后呢？10年以后咱们结婚了，到时候我是大企业家，你是大画家，好多好多。你给我站住！回来，回来！我要是信的话，我在你们面前裸奔。我是见证人，我是见证人。喂，梁夏。喂，希尔白，我怎么了？西装男，我告诉你，什么1年不够，5年不够的。11年前的我回来了，我丢失的东西我会找回来的，你忘了的东西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
这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所有画面里，我最喜欢你。你看好了，应该这么画。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。当晚来寂静，夜色微明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。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。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等等，梁夏姐，拜拜。妍妍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要赶画稿出不去嘛，你一定要来看我的画展啊！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呀？好吧，不烦你了。那你忙完联系我好吗？这些画都是为你画的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不回我电话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求你了。姐妹儿，你快看看这个。昨夜天空出现狮子座流星雨，可是其中的一枚陨石在这浪漫奇妙的时刻也造成了不小的灾难。下面请看现场报道。这枚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，击中了一家叫做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的巧克力工厂。整间工厂被砸毁，里面的巧克力制造设备、原料以及寄存多年的巧克力全部化为了漂亮的烟花。先生，我们在直播呢。我的工厂怎么了？我的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哪儿去了？怎么办？就剩10颗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他应该分享这份喜悦。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，有请梁夏小姐致辞。跟我一起 say hi， 嗨！28岁的梁夏，你好啊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我今天又穿球鞋了。你知道我不喜欢穿的这么隆重吗？对不起啊。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，其实我对你也并没有那么满意啊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一起成长，对吧？无论如何，28岁
谢谢你让我感受此时此刻，谢谢你让我闪光。28岁，其实我还未成年呢。啊，接下来呢是给各位媒体和来宾朋友们的惊喜环节，有请梁夏小姐现场作画。大家都想一睹你现场风采。画什么呀？随便画什么都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一下。听着啊，揽住我这回可真的要自己画了。我想跟你聊聊。我承认，也许是因为朝夕相处了10年，我慢慢的忽视了你的好。之前的一切都是我不够珍惜，不在乎你的感受，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幸福快乐。你不用跟我道歉的。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只是不想再站在你的身后，等待你转身了。谢谢你啊。我是28岁的你，你听着啊，之前闯的祸我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你必须要帮我解决一个问题。你现在马上回到毛亮的饭桌上给他画画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你不是要我给你画画吗？行啊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你去帮我惊他一下。
就一下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捣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，其实我对你也并没有那么满意啊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一起成长，对吧？怎么办？就剩10颗了。小廊下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。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吧，希望你快乐。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吗？我去帮别人画画，就是为了多点时间陪你。我想方设法跟你见面，你却找别的女人啊！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？妍妍，走了。好了。乖。什么情况？不要。跟梁夏在一起，我也想问你，什么时候跟梁夏在一起？给我一个巧克力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让他别再把时间浪费在妍妍的身上了。你让小梁夏自己看看吧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？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别把心思放在妍妍身上了呗。我就是喜欢他，这是我的生活。你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用你们保护我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跟妍妍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。
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了。你觉得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是吗？我能给你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我早上就走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不要走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够了。他想去哪儿，我就能陪他去哪儿。你能吗？小梁夏，别翻了！巧克力在哪儿？哎呀，你别翻！我要延长时间，我要和圆圆走。小梁夏，你别翻！大梁夏，他别想再管我。闹够了没有？别闹了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冷静一点，行不行？你不能吃，这是最后几个了，吃完就没了。妍妍，我可以再跟你一起去爬高楼，一起去骑摩托车，再一起去露营。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去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就一天。小龙虾，你在哪儿啊？小龙虾，小龙虾，你在哪儿啊？走，跟我回去。病人是严重的食物中毒。咱们回去。你的世界里没人在乎我。那
那你在乎你自己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在情感当中迷失自己的？是你改变了我。来，把手给我。咱们回去。我回不去了。肾上腺素1毫升。夏龙夏，夏龙夏，夏龙夏！别害怕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回去吧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小龙虾，我很羡慕你的单纯无畏，你知道吗？你把这些丢失的美好，又重新带给了我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梁夏，我为咱们骄傲。再见。哎，等一下。
吧。等会讲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笑哥。姐妹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突发新闻：近日，一名叫毛亮的男子为了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挽回爱人，当街发起爱的裸跑。该男子高举牌子，上面写着爱人的名字，模样诚恳。到目前为止，该男子的爱人并未出现，我们祝他好运。天哪！哇！那边。杨夏。杨夏，我想你。杨夏，我爱你。真的不再考虑这个男人啦。原来我一直爱我，再多坎坷都伴着，多么感激那个我，为回忆唱着将来的歌。世上就一个我。所有画面里，我最喜欢你。你
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。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，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。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。当晚来寂寂，夜色微明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。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。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所有画面里，我最喜欢你。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电影。当光阴走近，光阴离去，当他们走近，他们离去，只有我和你会不离不弃。拥有同一个姓名，你是我自己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。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想做回我自己。你带着我所有的初心，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抽屉。当我找到了你，就会再度合为一体。时光会老去，钟声会响起，踏入万丈红尘里，做回